歡迎收睇一節天氣報告。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。此外，位於雅蒲島附近嘅低壓區正逐漸增強，一個熱帶旋似乎在形成中。天文台發出今年首個酷熱天氣警告，應該要注意防曬及中暑。現時氣溫29.8度，相對濕度82%。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，最低氣溫約29度。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及酷熱，最高氣溫約33度，吹和緩南至西南風，初時高地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隨後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及持續酷熱，星期五稍後至星期六有幾陣驟雨，局部地區有雷暴。高空反氣旋會喺未來兩三日持續為廣東沿岸帶來酷熱嘅天氣。預料一道低壓槽會喺接近週末靠近華南沿岸，該區天氣漸轉不穩定，有驟雨及狂風雷暴。而一股偏東氣流會喺週末期間影響廣東沿岸，高溫天氣有所緩解。此外，位於雅蒲島附近嘅低壓區會發展為熱帶旋，喺未來數日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，並逐漸增強，大致移向台灣以東海域至琉球群島一帶。預測聽日空氣質素健康風險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0，強度屬甚高。預測聽日顯著降雨區為低。今次嘅天氣報告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